好多人咧以為香港天氣潮濕咧就唔會有呢一個頭皮乾燥嘅問題，但其實呢個諗法咧係非常之錯。大家好，我係 Tata， 我係 Knowledge 嘅創辦人，同時亦都係育髮治療師。其實好多人咧以為頭髮乾咧就不停用呢一個護髮產品啦，但其實咧頭皮乾同頭髮乾咧係完全兩回事。喺我接觸唔少嘅客人當中咧，乾燥其實通常都有幾個原因嘅，長期冷氣嘅環境啦，成日吹頭啦、染頭髮啦、高溫嘅 styling 啦，咁甚至咧產品殘留咧，亦都會有機會咧令到頭皮同埋頭髮絲咧慢慢流失水分。如果咧甩頭髮嘅情況咧開始越嚟越嚴重啦，又或者頭髮變幼呢一啲問題咧，咁好多時候咧其實同營養吸收啦、荷爾蒙啦同埋壓力咧，又或者可能用錯產品咧，都係一個非常之直接嘅關係嘅。Knowledge Airy Glow 保濕洗頭水採用輕型保濕配方，加入 squalane 同埋透明質酸去幫助補水同鎖水，益生元去幫助健康頭皮嘅微生態平衡，加入埋呢一個嘅澳洲堅果油去滋潤髮絲，用完之後咧，你會感覺到清爽同埋頭皮有保濕嘅感覺，唔會掹掹緊。其實護髮唔一定好複雜，只要由洗頭開始好好照顧頭皮，頭髮自然就會慢慢回復健康光澤。